呢日有個希路同我講，呢度跳樓價。我當時我度諗緊，邊度有個夾乸喺度跳呢？屌，好似有喎。嗱，就係呢度啦。呢度1300幾尺嘅入靜面積，個客廳大到可以打滾。U 型大廚房空間夠晒，見到嘅全部送晒俾你。主人房150尺，呢邊放一個傳宗接代嘅大床，呢邊係你老婆嘅戰衣，你老婆差啲響度同你批檔。個廳夠晒大晒，但係你睇下個廁所，男人喺廁所個時間同嗰個廳。其餘3個房間100尺左右，真係單眼佬隨老婆一眼睇晒。企喺呢個5米長嘅大陽台，遠處係舊時嘅繁華，近處係現時嘅安寧。值得一提嘅係，你老婆休息日嘅時候叫你帶個仔過去兒童樂園玩，你落樓就係㗎啦，有得玩㗎啦。呢度採咗1000億配套，但係依然要1000億個中介佬宣傳嘅健康花城。呢個就距離健康花城500米再見嘅地鐵火炬站。佢個西面係一條又粗又長嘅康樂大道，加深中山同深圳香港友誼嘅新中通道近在咫尺。方圓4公里內咧有約爾瑪商圈啦，有全民健身廣場、德能湖公園同埋華佗山公園，同搭配埋中山市紀念中學火炬一中。110個就有呢個戶型嘅精裝現樓，唔知今次你識唔識揾我呢？另外，Park 哥我用咗10年嘅做地產經驗，總結咗中山、珠海大多數香港人選擇嘅屋苑。呢份資料咧有每個樓盤嘅最終實價，仲有每個樓盤嘅優缺點。有興趣嘅街坊快啲私信我領取。